带去读唐诗。登岳阳楼，作者杜甫。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清平无一日，老兵有故旧。戎马关山泊，并烟涕水流。感慨：必然世事三更梦，有生转衰一步棋。大同的天下呢，按安禄山叛变了后，国势日对。今年累月战乱，遍地疮痍的灾难，万民百姓饱受生离死别、水深火热之苦。朝廷一错再错，无用名将过子仪来挂帅，反倒转来下本重决，向讨反来招兵，要来平定安史之乱。这分明是引狼入室，和讨反声势直攻长安。最可怜的呢，就是累及万民百姓苦上加苦。北上必胜一直来向往的岳阳楼，已经是57岁风烛3年，百变更新，戏路封闭。倒手边的手鼓已经压未完了，正边的耳孔也拢无听，逐工拢在靠药方来苦度战胜。背对岳阳楼起来呢，完全是靠伊毅力，甲着意志拖命理想。旗鼓林下，放眼洞庭湖，无边如际，浩瀚壮阔。迄个滚滚的波涛汹涌，敢若像内心无味杂陈的翻腾不已。回几年来，规家伙按成都来出武劫，动手强贼，伫这小船顶来生活，从闽江上游漂游到长江，亲像过了人间的烈焰，历尽艰辛。好不容易，一厢情愿，会当来交在了岳阳楼。然故呢，有先见之明，也知影讲有尽定国，立大汉之年，不欢痛惜悲愤，朝廷的衙门因鬼入体，累害百姓，搁再加上一场战火摧残。有己有民有家有国，浮浮茫茫，就是敢若亲像洞庭汹涌的水势共一样，形成沉雄悲壮、博大精深的意境。千年的史书，史上的丰富，实至名归。那即摆日本、韩国来作用，概括无共文化的欧美各国，只要提起了唐朝的大诗人杜甫呢，因拢会肃然起敬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